情轻，看到有才待人，送来男朋友的一封信，也男朋友的一封信。这场诗，阮原来是命紧，也是命紧。大声来拍开较要紧，到底批来写着啥原因，也写着啥原因。小文，今仔日我写这张批予你，就是要向你表达2年来我对待你的情意，希望你相信我爱你。这份珍贵的爱情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保存。爱你的心永远不变，但愿我甲你心心相爱，结连理，永用爱护真情意，吟唱幸福爱情诗。早日花花早结子，你的人世华敬上。心欢喜，恋爱真着时机。爱人对我不是假情意，也对我不是假情意。过来所写全部是爱情诗呀，爱情诗呀。希望早日来加连理，提出真情，好好对待伊呀，好好对待伊。